咁但係另外一邊廂，我相信亦都會有啲家長或者有啲做教育嘅朋友我都係想有規律、有結構啲咁樣去教，有冇方法咧？咁就住呢個問題，我都思考咗幾日。咁第一個我覺得最重要嘅喺 problem solving 呢個解難呢個範疇上邊，首先就係要意識得到，即係嗰個人首先要意識得到問題嘅存在。其實呢一點咧，我覺得係所有 problem solving 最基本、最重要嘅一件事，因為好多人其實如果你俾一個circumstances，俾一個情景佢，話俾佢知嗱，而家個情況就係咁，然後你去問佢，你覺得有冇問題啊？其實好多人就會話，我又唔覺得有咩問題喎，有咩問題啊？嗱，有陣時我哋喺日常嘅對話都會咁樣講嘅，即係乜你唔覺得咁樣係有問題嘅咩？咁可能有啲人就話我唔覺得有咩問題喎，你覺得有問題咩？彷彿好似問題係一個主觀嘅定義，即係你覺得有問題嘅嘢，我未必覺得有問題。嗱，事實上問題，如果我哋諗下咩嘢為之一個問題咧，其實就係現實而家嗰個狀況同理想嗰個狀況兩者之間嗰個差距。